喺我哋今日開始之前咧，我需要你絕對誠實咁樣回答我一個問題，就係究竟你嘅收入係點樣嚟嘅呢？係咪每個月準時由你老細個戶口過數落你嘅戶口呢？你將你每一日最寶貴嘅8個鐘、10個鐘、12個鐘，你人生之中最充滿活力嘅一段歲月，賣俾一間公司，然後去換取一張糧。你以為你喺度賺緊錢啊？我今日就要同你講一個足以令到你今晚瞓唔着嘅殘酷真相。其實你唔係喺度賺緊錢，你係喺度用緊一個極度緩慢嘅速度預知緊你嘅死亡。你每個月收到嘅嗰份糧，其實唔係你嘅收入嚟嘅，佢係奴隸主為咗確保你呢個奴隸聽日仲有力氣繼續為佢工作而俾你嘅飼料，佢用呢一份飼料買斷咗你嘅時間、你嘅夢想、你嘅可能性，而你嘅人生唔再係屬於你，你只係一部為咗建立其他人帝國而運作緊嘅人肉機器。呢個就係現代社會最成功，亦都係最邪惡嘅月薪騙局。